来讲，全台湾有90万人有困眠呼吸中止症的困扰。若是做检测，用传统的仪器，都要去病院住院，搁要打真侪种的电线来测试，这是互真侪患者颠倒更加困袂好势。为了要方便患者来治疗，有病院运用着人工智慧，推出一款的检测仪，只要用3支精细大细大片搭伫心脏的位置，唔免任何的电线，就会当甲心电图传到云端，讲这个准确率高达95%。嗷困的时，公叫声响，若吵到身躯边的人，嘛有可能是得到呼吸中止症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有超过20%每500万人有困眠的障碍，其中有90万人是困眠呼吸中止症。为了方便治疗，即马免来到病院住院，甲这种检测器，只要上手指头大大片，就当做检测。心跳之间的每一次之间的一个频率，它可能就会出现变化。在不管是呼吸终止还是睡眠时期，我们都用单一的导程，那就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变化，那可以到90%几的一个准确度。将大片搭伫咧心脏所在，电源导地传去咧线顶，医生则去看心电图来判断困眠的品质。新型的居家困眠检测机器方便走伫咧身躯顶，唔免任何电线，就当做检测。过当互你74天，患者伫咧治疗时，会当轻松互你困到眠，和传统型比拼，电线是这个算袂起，爱去病院住院才当做检测，而且讲有7日的时间，患者更有可能因为电线受过这影响，互你困袂较吹。很多线的束缚之下，我自己做过，那通常连翻身都会有一点局限。新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一个很小的贴片，就能够侦测身体里面非常多的数据。不过，这个新型的居家困眠检测机器，即马还搁伫咧收集大数据阶段，所以即马有健保补助，未来若正式上路，就要家己自费咯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